很大的。我真的不想哭，怎么办，李晓？这个词穷了。我的搭档，你主要是给你后期加一个这个，我讲的比他多吧？没有哦，我讲。主张吃着不得就放任，这运动与绝望交织。余问大家喜欢过吗？临走呢，还随手关了灯。So funny, so funny. 到这个节目，我给我烧我比你还细还软还塌。看一下眼袋有多大，来看一下这个人肿眼泡，我陪你肿。主张克制不到就放任。你是不是无言出镜？什么？什么？好吃吗？有点酸啊，空倒的你，倒了醋了吧？我紧张不住。陈老师。是不是这样也可以？你脸比我大。麦克出来。哦，果然你比我好看一点的呢，像吗 ？MV 的有一个镜头就在这里拍的，你去给他们演一下。啊，不要。他不肯给你们演。闭上眼睛，给我3秒。你说的啊，快闭上眼睛。我数1、2、3啊。1、2、3，加小娘子，那可不，我们家小娘子是个甜妹。